语真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关边。大家我小杰。前几阵啊吼，文化部伊的面册顶悬吼，就分享几句啊新式的吉骨仔话。啊，这吉骨仔话吼，伊迄阵伊是要讲迄个茶姆是这个话题，所以吼，伊就互足侪人开始知影一寡跟食食有关系吉骨仔话。讲到吉骨仔话，算有的人可能一定想到足侪吉骨仔话咧。毋过有的人吼，可能也毋知影吉骨仔话是啥，所以咱今仔日吼，就要特别来讲一寡吉骨仔话相关的一寡议题。原底吼，吉骨伊的意思吼，头一种是咧讲，这个人吼，伊超工结一个伴，就假做讲要参人无共款。这时阵我就会讲吼，这个人吉骨。啊，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讲吼，这个人不管是伊的讲话啦，还是讲伊的外形吼，拢足趣味，啊足詼谐。就是讲吼，吉骨仔话会互人听落会爱笑，啊是讲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啊是讲有一寡有言外之意的语句安尼。哦，啊吉骨仔话吼，你嘛会当甲讲吼是个客仔话，华语咧讲就是歇后语。伊头前有一句话，一句话出来了，伊会搁有另伊即句话真正的意思。譬如讲，咱会找一个例吼，叫做两角15分，角5，意思就是讲吼，你付人两角的钱，要毋过店员店头家吼，伊就找你5分，表示你实际上你若付一角5尔哦，简称伊就叫做角5，伊外音就是角5，所以伊用外音来做即个吉骨仔话一个典故安尼。是，啊，毋过吉骨仔话也是讲咱讲的个客仔话，其实甲咱正月15在讲的迄款药味菜是无啥共款的啦。因为咱讲的这药味菜吼，你是会使豆豆啊药、豆豆啊想去想讲啊，这个答案是啥物款，就是爱比上讲吼。头脑转较紧。嘿，你头脑爱转较紧才会赢。啊，毋过吉骨仔话定定是讲咱伫咧讲话啦，还是讲咧写文章时阵，咱是使用一个。看那是外音的这款手录去讲一个意思，啊尾后再甲伊真正的意思安尼讲坦白，啊就互人听起来，敢若足趣味的安尼。啊有的吉骨仔话是会让听落吼会起爱笑，爱笑安尼。啊毋过有一寡吉骨仔话是要甲人骗上安尼。毋管你的目的是啥，会当受到这吉骨仔话吼，我感觉拢是件无厉害的代志，就无简单的代志。嘿啦，这吉骨仔话吼，为咱史上看到甲足歹用的百款。譬如讲吼，咱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7月半啊，毋知死我。为虾米会安尼讲呢？意思就是讲吼，因为咱以前咧拜神的时阵有无，咱拢用鸡仔落去拜。要毋过到7月半的时阵，咧拜好兄弟的时阵，咱是用鸭落去拜。因为大家要拜鸭嘛，有当时爱甲鸭抬做青草，啊有的鸭活了好好，有的鸭煞互抬去做青草的。所以吼，7月半鸭毋知死我，就是讲即个人吼，毋知好歹啦。到即摆搁伫遐咧讲生笑，譬如讲吼，有的同事吼，伫遐咧主管一定伫遐咧受气啊，啊伊搁伫遐嘻嘻哈哈啦，嘿啊，伊就咱会当讲伊7月半啊，毋知死我。拄拄啊，咱有讲到2角15分嘛，除了即句以外，我搁想到一句叫做1、2、3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是讲无写死。啊，伊的意思就是无写死。即个意思就是讲吼，头一个是咧讲人难为情，会见笑啊，还是讲较歹势迄款情形。第二个就是咧讲人就可怜的。若是较早的歌戏拢有流行一句话，叫做父母无写死，送囝去学戏。即个意思就是咧讲吼，较早的时阵，因为迄个时阵歌戏的戏班较时行，所以就较有戏路，有迄祖师爷想的一口饭通好食。就是较早的时阵哈，有一寡人较善食，伊就无才调甲囡仔饲好大，伊就会送伊的囡仔去戏班做别个囡仔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去遐学戏，学安怎做戏安尼，啊，就爱为迄款剧本啊，还是讲奴才干壁迄款做起。有一天，因就会慢慢变成小生小大，因就会使趁钱成戏班，成戏班就甲因请养大汉的遐个钱。啊，毋过吼，伫咧遮学戏的过程当中，遮个囡仔吼，除了学戏以外，伊搁爱替伊可能是伊的团长啊，还是讲教伊学戏的先生啊，旁烧旁穿，迄日子吼是足艰苦的，是咱一时吼嘛，就歹讲互头家的安尼。是啦，啊话讲倒转来吼，含数字、含钱有关系，吉骨仔话真正足侪。譬如讲吼，咱搁讲一个含钱有关系，就是10角，意思就是讲1箍线。因为吼1箍银就是10角嘛，1箍银甲拆做10角就是1箍线。意思就是咧讲形容一个人吼。尽量讲，啊无定真啊。讲到这吼，我就想到咱最近咱华视因有播出一个八点档叫做阿姐，听讲伊就是去嘉义铺子遐出境的。讲到嘉义铺子啊，伊的原名叫做朴阿卡，伊的信用中心就是配天宫。当初咧，这个配天宫伊是为一张朴树卡开始，啊伊就奉祀这个妈祖婆。啊，伫迄个时阵，朴子的东边有一个地名叫做蒜头，迄个所在因为日本时代就开始起迄款糖厂，啊，毋过在起糖厂了后咧，迄个所在毋知为虾米就一直发
生一寡事故啊，足奇怪的代志。对，灾家就一直来，所以遐一寡百姓信徒，伊就去求即个配天宫的妈祖，看要安怎化解遮个灾劫。啊，为着要答谢即个妈祖婆替因化解即个灾劫，即个汤厂伊的员工啊，就伫咧伊的当地，佮起一间妈祖婆的宫庙，啊，就甲伊号名叫做富配天宫。啊，佮尾啊，伊就改名改做汤厂配天宫。汤厂配天宫较早的管理者吼。伊是叫做黄水成先生，伊捌吼代表庙方献互破主配天宫一卡大香香炉，甲一对大蜡烛台，所以尾仔吼伊就延伸出来一句结果话，就叫做破卡香炉大香，像我对大香。伊除了形容人耳仔足大以外吼，伊佫有人讲人吼无分真假，黑白甲人信道，也是讲吼一个人足见头。拄拄啊，咱讲到即个嘉义破主的配天宫嘛，以前开始是为一张破树卡开始起庙的，其实有一句艺客仔话嘛是甲咱破树有关系，叫做破主卡树豆有限，因为即个树豆吼，伊会当直接食，啊嘛会使摕去转油，啊毋过哦，伊若食落去，即个树豆会互你一直放屁，所以伊就叫做放屁豆啊。啊，咱即个破树吼，伊若是冷静落，啊开始发枝生叶的时阵啊，伊会变较足大丛的。啊毋过即个时阵你若是伫伊个树骹种迄个树豆，伊遐个叶啊，就会甲树豆本来要拍的日头吼，拢炸掉啊。啊，所以即个树豆伊就生袂大汉啊。所以才会讲吼，这破树骹你若甲伊种树豆吼，伊就有限啊。翻头来讲吼，跟庙事有关系，结果来话，除了较多讲着吼，破卡香炉，佫有另外一句叫做北港庙壁。咱知影就是讲吼，因在地北港遐上有名就是北港朝天宫。朝天宫伊迄壁顶悬吼，拢有足侪鸟啊啦、山啊、水啦，伊内底嘛有画足侪神仙。啊，所以吼，伊的典故就是讲吼，画仙，就讲一个人足够话啦。嘿啦，黑白讲的，较能拍拉梁啊。若是有一个人足够的，就爱讲，我就讲啊，你是北港庙壁画仙安尼。咱今仔日讲到一寡结果仔话，还是讲艺客仔话吼，拢足有意思的。啊，咱除了解说伊正讲的话以外咧，嘛顺便解说伊的典故。啊，毋过吼，咱讲即个艺客仔话，还是讲结果仔话，伊的世界吼是万底深坑。大家若是知影一寡趣味、新鲜的结果仔话，会使伫咧下面留言互阮，甲阮分享哦。安尼后回同一个时间继续收看《第一真点灯》，大家再会，拜拜。